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，又返嚟區區十幾20蚊揾食篇。世界盃開鑼啦，溫哥華非常熱鬧，就出單攤感受下氣氛。先食個日式 lunch， 再去日式嘅 cafe 嘆咖啡，仲有10蚊就食到3款食品嘅越南 Happy Hour。事不宜遲，咁就一齊出去單攤行下，感受下呢個世界盃氣氛。順便探埋呢隻貓，打下卡先。Hello Kitty Cafe， 啱啱經過，不過冇人，上嚟打卡。行過路過，梗係唔好錯過啦。慢慢行，終於嚟到第一站。呢間聞名已久嘅日式餐廳上市好耐，咁啱團友約我一齊嚟拜訪，就嚟會一會佢，睇下有咩食先。團友叫咗個三文魚吞拿魚當，賣相靚仔。團友話味道普通，唔算太特別，不過飯就偏少。我就叫咗個海鮮石燒鍋飯，一個係蟹肉。蝦同帶子都偏細，另外海膽汁偏多，所以個飯就比較濕，做唔到飯焦嘅效果，真係比較普通，唔多吸引，體驗麻麻地。有朋友食過佢嘅招牌便當話唔錯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？值唔值得推介俾楊師奶再返嚟食多次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行返出去隔離鋪呢個布簾，好有似曾相識感覺。我同團友不約而同都覺得似童年回憶嘅一樣嘢，唔知大家細個有冇用過？歡迎留言一致話我知你用過。漫步單攤嘅內街，原來都有好多植物值得打卡影相㗎。另外仲見到呢兩隻街坊過馬路，真係好得意。順路去埋呢間人氣嘅日式咖啡店，嘆杯下午啡。咁高分，當然要嚟試下啦。除咗咖啡，仲有甜品。團友各自叫咗一個餐，不過咖啡偏淡，冇乜味。我試咗一啖 banana bread， 唔太甜，有香蕉味。我就叫咗杯 coffee jelly 試下，淡淡嘅咖啡啫喱，我就當甜品食。咁高分，但係咖啡就偏淡，唔通其他食品出色？唔知有冇人試過，可以話我知。另一日再落單攤，去咗呢度。今日嚟咗單攤，而家去圖書館睇有咩咁特別。如果今日係平日，所以就冇乜人。仲有圖書館裏邊先至有 lift 搭去閣樓。出咗 lift 嘅右手邊，呢個玻璃門出嚟就係呢個靚景啦。唔算太大個景，不過都幾靚。我諗住睇唔睇到山蘇嗰個波，不過就原來係睇唔到嘅。梯落去到仲有得行嘅喎，即係落低咗一層，喺另外嗰邊個 view， 對面就係 Hilton 酒店。又行下呢邊呢條樓梯落去，即係其實兩邊左右都有一條樓梯落多一層，睇唔同嘅景。呢邊就望翻下低正。咁出開單攤可以上嚟 library 呢度9樓。呢個免費景點清幽舒服，雖然唔算太驚豔特別，拍得住附近5星酒店嘅 view 㗎。過馬路真係要小心啊，因為會見到佢㗎。跟住就行去附近呢個 SkyTrain 站。咁快返屋企？唔係食 Happy Hour 咩？咁就一齊行去睇下。
入閘前就會見到呢間越南餐廳，10蚊就可以食到3款食品，咁抵，梗係要試下啦。裝修懷舊地道，見到啲膠台凳，好有童年回憶 feel。自助點餐，快餐店嘅格局，大膽使用開放式廚房，光猛乾淨，直接睇到煮食程序同衛生情況，呢點好值得欣賞，超讚。點完餐，等我坐低試食先。好啦，一齊睇下10蚊嘅 Happy Hour 有咩食先。有個沙爹牛肉湯河，除咗湯河，另外揀咗紅燒豬腩肉斑包、蒜蓉蝦米紙卷。迷你湯河嘅份量真係比較細，唔知味道如何呢？有湯沙爹湯，少少辣，即係有啲沙爹。不過當然唔同港式嗰啲沙爹牛肉麵嗰啲味啦，香濃嘅粉就其實真係得一個一注就真係好食，一注夾晒。試下片牛肉先，似啲牛腩片比較乾身。試下個粉先，其實都有2條芽菜，普通嗰啲可能。牛肉係偏瘦，但個湯嘢味咯。如果俾多少少粉就更加好。咁花金派食完嗰份，而家試下個豬腩肉包，睇下肥唔肥先。個包攤開咗就少少肥啦，望落去肥肥地，但係食落去覺得肥 OK， 好似媽咪炆嗰啲豬肉咁，唔係好腍，太鹹 OK 啊，同埋佢都醃到甜甜地啊，可以唔使加醬都 OK。Fresh garlic spring roll， 我揀咗個辣嘅花生醬、蒜蓉蝦卷。嗱，啲雖然隻蝦係薄啲啦，都有生菜啦，加入蒜蓉味，沙爹花生醬，我覺得幾嘢味。同埋呢個係共食啦，咁所以食唔晒都可以拎走。我唔啱呢個汁，仲可以加呢個海鮮醬啦，即係甜醬啦，同士拉差嘅辣醬。其實10蚊個 Happy Hour 咧都食得飽。除咗個粉太少啦，真係少咗啲啦。但係個湯大鑊味，嘢味。呢3樣嘢食完，女士嚟講，我覺得夠飽。頭先睇唔到嘅，都有水啦，跟住有咩有洗手間。跟住如果搭 SkyTrain咧，一上嚟呢度就係好方便咯，過嚟 Granville 就食個 Happy Hour，好似以前一個廣告咁，可以一次過滿足3個願望。之前另一條片介紹佢嘅姊妹店有10蚊餐，估唔到單攤嘅分店都有唔同嘅優惠，真係抵食，超讚！唔知大家有冇其他美食推介可以介紹俾楊師奶試下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，另外幫手俾個 like， 繼續鼓勵同支持下楊師奶。祝大家端午節快樂，仲有 Happy Father's Day！有機會就同爸爸坐低飲杯茶，食隻粽，一齊慶祝下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